你可唔可以加個微信啊？可以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肯定是球技的，就当你夸我了。这边是我们的 VIP 包房10。还是打30块？我第一次過嚟，我睇睇先啦。可以啊，那我先帶你看一下。這裡是我們大廳的舞台區。普通嘅台係咩收費㗎？59塊錢1個小時。59蚊1個鐘啊？對。咁仲有冇其他嘅台啊？喬氏嗰啲台有唔有啊？你帶我去睇下。我們這邊考試有2張，是69塊錢1個小時。咁你帶我去睇下斯洛克嗰啲啦。然後這邊是斯諾克區。斯洛克又點收費啊？79塊錢1個小時。哦，咁樣又唔貴噃。對。然後這邊一共有8張台。呢度斯洛克有8張台，係咪經常有香港嘅人過嚟玩？對啊，大部分都是香港人。對，斯諾克區域基本上都是8台。咁你打斯洛克又如何啊？還可以，它會更好一點。不如我哋今日就打中8啦。可以啊。那老闆，你是要打包廂還是大廳？包廂係點樣㗎？包廂會比較安靜一點。哦，咁好啊，我哋入包廂打啦。然後這邊是我們的 VIP 包房10，169塊錢1個小時。哦，咁就幾平嘅喎。我睇下環境先。你係咩級別㗎？你係？咁你叫咩名啊？你係顏值高級啊，定係球技高級啊？肯定是球技啊，就當你誇我了。你哋呢度嘅座教係點樣收費㗎？我們這邊助教是助教加台費，1個鐘大概就是200以內。哦，咁非常有性價比喎。對呀，如果不滿意的話，可以讓教練幫你換。我聽講你呢度有成8個座教喎。對呀，我們100位助教都是真實在的。咁我想約呢個座教去打，我係點樣去預約佢啊？可以直接加我們店裡的官方微信，或者到現場。咁我唔識打，可唔可以過嚟玩啊？當然可以呀，打排球本來就是一種娛樂方式呀。如果說你不會打，我也可以教你。我們這邊還有更專業的教練可以指導你。然後這邊是排球桿。好，不如你開一次球俾我睇下先啦，我都唔識開球咯。不愧係高級啊，姿勢都咁標準，難怪平時啲人都講小滿嘅助教打球好厲害。這球可以打大概5分鐘。我睇一下你啲球係點樣打入嘅我。呢個球係點樣打㗎？你可以教我打。就是我們手架一定要穩的，然後桿要放得很低。你要快係咪咁啊？對，然後快拉快出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可以剪一下。要走。對，放平。咁我學會呢一招又可以裝下 B 喎。你點解選擇去做助教啊？覺得打得很帥，就想嘗試一下。而冇客人嘅時候，你哋自己會唔會練下球啊？會啊，一練就練幾個小時，然後腰就直起來。咁你都幾堅持嘅噃。對啊，就想征服。我哋可唔可以加個微信啊？可以啊。我下次過嚟打球嘅時候，提前預約你啊。那我們現在加了微信，你下次找我過來打球，可以請你喝東西。咁你呢度有冇啲聯收費㗎？會啊。我睇網上好多球館都有好多聯收費嘅噃。我們每次到前台結賬的時候都會有小票，小票上面都會清晰楚楚的寫。聽講你哋有間新店又準備開張咯噃。對啊。位置喺邊度啊？就是大概在月初吧。
過來，你一定要過來玩。妹妹，今日我哋就打到呢度先啦。好呀，那你個人物品拿好。哦，唔該。OK。走吧。好嘅。其實我們這邊還有一個休息室。喺邊度啊？秘密基地喎呢個。對，像我們就是打球打累了，可以在這邊吃飯休息。像現在這個點都是已經是滿的狀態了。呢度的確好多人噃。像我們樓下有那個免費的停車票。好啊，咁唔該晒你噃。可以再來找我玩。咁我哋今日就打到呢度啦。再見。拜拜啦。